是你變了，是你變了，我一天每一天這種意者，令我你多些再多些。將來有21世紀大馬演唱會咧，係由 Q-Pop 為呈現 ，MY FM 為指定台。今日咧呢個就係呢個 MY FM 將佢有歌神擂台爭霸戰咧嘅冠軍就係阿星，恭喜晒！